去年选举期间，台中发现有一个姓杜的嫌犯，伊是涉嫌甲骗来的个资，佮转卖给另外2个人来伪造郭台铭的连署书。即马检方是照这个违反正副总统的选罢法，甲2个人起诉。姓林的嫌犯原本伫咧百货公司设假，想袂到煞互警方查落来。警方到这个查甫人住的所在搜索，查出相关的证物，佮有几6份总统大选的时郭台铭的连署书。台中警方去年咧查一件诈骗案的时，掠着一个姓杜的嫌犯，伊是负责收铺仔，佮整理被害人的个资。警方嘛另外查出，伊为去年10月开始，就以每一份60块的价销，甲被害人的个资转卖给一个姓齐的查甫人，甲一个讲家己是郭台铭市长麻将的姓林白牌车驾驶，互因用来伪造假的连署书。侦办时间在联署期间，连署书尚未送达中选会。警方伫连署书还未送到中选会进前，就先查出这54份的假连署书。其中毋但被害者共一份个资，互人用几6摆做几6份连署书，甚至个人的个资互人改过。检察官侦结起诉，且2人因为5年内皆有再犯之累犯，求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加重其刑。警方信后以违反正副总统选罢法上班，甲姓林甲姓齐的查甫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了后，羁押核准。检方甲2个人起诉了后，移审到台中地方法院，法院是裁定2个人限制自首。记者台中报道。